嘉义县义德乡的第一市场，最近甲社区营造团队合作，甲菜市仔内底店头家翕相，希望透过趣味的宣传，互外界看到传统市场改变。配合了署的要求，菜市仔内摊贩变出各种家私，佮比出各种趋势。社区营造团队为着要替传统菜市仔创造无同的感觉，特别来遮替大家翕相。趣味，这样提高咱市场的活力。摆主食我袂摆得足好耍的啊！嘉义县义德乡第一摊贩市场使用到今已经要40档啊，但是因为人口外移，这个传统菜市仔人愈来愈少。社区营造团队安排去欣赏相片的活动，希望大家会当注意传统市场。有嘅欢喜到要翕个，啊你大个来看，哦，这菜市仔都即摆建设啊呢，哦，这嘛一种那个吸引人潮的物件。这样的一个趣味的摄影活动，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拍照。一方面是活络这里的气氛，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行销义组，让大家知道义组越来越不一样，大家是很有活力的。社区营造团队表示，虽然一开始摊贩拢惊歹势，但是真正会当替市场宣传了后，大家拢真支持。希望不管是印出来海报，也是伫网络来使用，拢会当替因好好来宣传传统菜市仔内底特殊的人情味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